為咗提高行人暢達度同埋社區聯繫咧，政府除咗自行興建行人連接通道之外咧，發展局亦都有政策去到鼓勵私營機構提供行人連接通道嘅。以往考慮到咧，私營機構喺興建行人連接通道往來商場或者商廈，由於咧可以幫佢哋增加人流，所以機構都需要支付補地價嘅。但係政府都見到啦，增加行人連接通道對社區都有好大嘅益處，因此咧推出咗政策，透過免補地價提供誘因，鼓勵私營機構咧喺合適嘅地點加建行人連接通道。而我身處金鐘呢條新開嘅橋咧，就係一個成功嘅例子啦。呢條橋連接太古廣場同埋夏慤花園，喺4月底已經開放使用啦。喺呢個政策下咧，私營機構會負責行人通道嘅設計啦、興建、管理、保養同埋相關嘅支出，亦都需要提供24小時開放嘅無障礙通道俾市民使用嘅。發展局轄下嘅起動九龍東辦事處同埋海港辦事處負責處理相關嘅申請項目咧，需要通過評估機制先至可以獲得豁免土地補價。除咗最近完成嘅夏慤道行人天橋同埋金鐘二橋項目咧，政策下面咧有10個項目已經獲得批准並陸續展開工程。呢啲項目分別坐落喺九龍東、灣仔、尖沙咀、銅鑼灣同埋紅磡人流相對多嘅地區，透過新建嘅行人通道咧，逐步去提高行人暢達度。金鐘二橋咧無縫連接金鐘現有嘅天橋網絡，令到行人可以方便往來金鐘港鐵站同埋附近嘅政府機構同商業大廈，亦都方便大家咧到訪美麗嘅海濱，享受維港獨特嘅景色。好開心金鐘二橋開咗啦！我本身咧就喺立法會議員辦度開工嘅，咁就金鐘二橋開咗之後咧，令到我多條路行過嚟 PP 啦，亦都係快咗嘅。以前咧，我記得咧，幾年前呢條橋未起好嘅時候咧，我哋咧如果入 PP 嘅話咧，出入 PP 嘅銀行啊，或者去食嘢咧，都要經過統一中心啦，然後經金鐘廊啦，咁樣就入去 PP。咁條路係兜咗嘅，依家多條更加直達嘅，由呢個金鐘呢條天橋延伸過嚟呢個 PP 咧，就令我哋更快。咁我覺得依座橋落成咗之後咧，就真係都方便咗好多嘅，因為我就係喺呢一頭翻工啦。咁平時中午出去買飯咧，咁就慳咗好多時間。咁我覺得最方便嘅都係收工咯，因為收工搭車咧，以前係要兜成大個圈先搭到巴士，咁大家直接穿過去就搭到啦，咁就真係慳咗好多時間，可以早少少到屋企咁樣咯。除咗金鐘呢條橋咧，喺政策底下仲有其他項目進行緊㗎，當中包括銅鑼灣嘅行人連接通道，由希慎廣場連接利苑商場1至6期，通往加路連山道嘅商業用地。而家大家經過附近嘅路段咧，都係冇瓦遮頭嘅。不過咧，嚟緊呢個項目會建造一段100幾米長嘅有蓋行人路，同埋5條行人天橋，預計咧喺2026年會陸續開放㗎啦。行人連接咧可以分流而家繁忙嘅恩平道、希慎道、邊寧頓街同埋禮頓道，並且提供更直接、安全同埋舒適嘅通道。就住銅鑼灣呢個項目咧，發展局嘅海港辦事處一直擔當單一窗口嘅角色，統籌各方面嘅意見同埋跟進工作。喺修訂地契嘅過程入邊咧，同相關部門處理及落實方案嘅細節，協助有關項目嘅工程順利展開。翻到嚟九龍東啦。九龍灣港鐵站去到東九文化中心嘅行人天橋已經開放咗，而連接東九文化中心去到淘大花園呢一段嘅行人天橋咧，會由私營機構興建嘅。機構咧喺籌備呢條天橋嘅過程咧，都遇到唔少嘅挑戰嘅。而起動九龍東辦事處咧一直提供協助，先就地契修訂咧作出建議，並且咧以跨部門嘅協調方式協助解決工程期間面對嘅困難，包括咧喺繁忙地段協調部門騰出一啲工作空間啦，同埋處理喺運送天橋大型組件嘅問題。呢條天橋咧預計明年年中就可以開通啟用啦。我喺淘大咧都服務咗30幾年㗎啦嚇，由最初嗰時咧係日日都收到啲居民投訴係過馬路去九龍灣地鐵站，因為點解咧？即係尤其翻工放工時間咧，真係要排晒長龍去上個地鐵站嘅。我哋都諗咗好多辦法咧去處理呢個問題。咁但係當知道政府咧肯容許私人發展商咧係參與咧去興建一條天橋咧接駁呢樣嘢咧，根本上對成個區嘅居民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喜訊。咁佢哋都覺得咧，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大政府好大嘅德政嚟嘅。另外喺加強觀塘商貿區行人連繫方面，亦都有突破喎。一項由私營機構計劃興建橫跨觀塘道同巧明街嘅行人天橋申請要獲得批准，並預期喺2026年開展工程。呢條天橋咧會橫跨觀塘道，
經創紀之城一期連接到 The Millennium 嘅。喺申請嘅過程入邊咧，起動九龍東辦事處為機構提供技術建議同支援，例如咧協助研究天橋嘅走線啦，去到避開現有鐵路同埋行車路嘅限制。亦都指導機構準備建議書，同埋以跨部門嘅協調方式協助優化方案，同埋迅速解決技術問題。如果你打通咗成個暢達性咧，其實有利咧成個 CBD2 嘅發展，亦都有利我哋班打工仔咧用呢條天橋去翻工嘅。其實起動九龍東咧，同商界啦，甚至同各政府部門咧係做咗好多協調，先能夠解決呢個問題。咁最重要啦，我哋觀塘咧非常關心嘅一個塞車問題，暢達性越好，一定會解決到人車爭路嘅問題。促進私營機構提供行人連接通道政策受到社區同市民歡迎，係政府善用市場力量同私營機構攜手合作嘅成功例子。發展局會繼續宣傳同善用政策，為市民營造更方便、更連貫、更優質嘅步行環境。